计划有变，前方有禁制，看来我们无法御剑飞行，暂时只能从外围徒步进入了。小凡，小凡，小凡，张小凡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陆师妹，你怎么样？齐师兄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关心田师妹的吗？师兄，我们能照顾好自己，不会拖你们后腿的。嗯。是你。